大家好，我係陳士宏。我大仔倫倫，佢患咗嚴重自閉症，今年39歲。咁我而家講下佢自細佢到而家嘅飲食習慣。個題目叫做飲飲食食。原本十分肥壯嘅倫倫，越來越偏食，淨係食乾糧、芝士、飲汽水，食嘅份量好少，但係不停咁樣食，好似雀仔一樣。我寫呢篇文章嘅時候，倫倫16歲半。如果佢係正常嘅少年，應該至少喺半年前就已經一路嘈住要考車牌。咁我諗我都應該喺佢14歲左右咧，要開始睇下佢究竟可唔可靠，係咪一個負責任嘅人。咁就係當然係睇下到16歲嘅時候，係咪俾佢考車牌。如果佢生性嘅，考咗車牌之後，或者可以間中幫我哋做司機接送細佬。當然，從嗰日知道佢係自閉症兒童之後，我哋就已經打消咗任何類似嘅想法。只係每當我遇到同佢年齡差唔多嘅少年人嘅時候，少不免腦海中又會出現一個想法，就係如果佢唔係自閉症嘅話，今日嘅倫倫究竟會成長成如何呢？又或者會唔會非常反叛？倫倫佢好細粒，你淨係睇佢塊面呢，佢就同童年少年唔算爭得遠，但係咧就好細路氣。咁其實咧佢就好奀好瘦，最主要嘅原因因為佢長期偏食，又唔中意做運動，變咗骨骼同肌肉咧係冇獲得充分嘅發育。佢2歲5個月以前，佢肥嘟嘟嘅，但係有一日之間，佢突然戒奶，從此係滴奶不沾。幾個月之後，陸陸續續就唔食生果、蔬菜，熟嘅生嘅佢都唔食，後尾連提子乾佢都唔食。從此佢淨係食乾嘅食物、芝士，變咗係食雜糧。味道咧越濃嘅芝士佢就越中意。乾嘅食物主要係餅乾、cookie 餅、芝士餅。飲嘅方面，最主要係飲蘋果汁、七喜或者雪碧。佢唔中意飲其他顏色嘅飲料，亦都唔中意飲白水。咁嗰個時間咧，尤其是唔中意食熱嘅嘢同埋辣嘅嘢。咁如果咧食嘢試到辣味，咁佢就會尖叫。但係慢慢又變咗咯喎，佢食少啲，又跟住加啲，就越辣越好。咁到咗而家咧，佢係好中意食咖喱嘅。咁食雞蛋就食黃唔食白，食月餅亦都係淨係食個黃，食芝士餅淨係食嗰個夾心芝士，唔食餅。但係食蛋撻咧就食酥唔食黃，食炸雞塊就主要係食炸嗰塊皮。咁到咗而家入咗宿舍之後咧，又佢哋好叻，慢慢教翻佢肯食翻菜。咁我而家非常咁開心。佢成日都食嘢嘅，但係好似雀仔咁食少少，唔停咁食，而且佢就淨係吞，唔係點咬嘅。到而家都係食麵食意大利粉，就好似條蟲咧，即係俾雀仔咬住嘅時間，佢係成條吞嘅。咁為咗方便吞咧，佢就會將啲餅乾啊或者麵條啊、薯條啊搣到佢一忽忽，然後就放入個口裡面食。佢又唔似一般人，大家一般就係用個杯將個飲料咧送入個口裏邊，但係佢咧就中意用飲管，又或者係用匙羹。嗱，最厲害就係佢有一個怪癖，佢就係用叉嚟到飲湯嘅，當然係飲西湯嚇，比較傑啲。
但你唔好笑佢喎，佢係好有耐心。通常佢係飲得完嘅嗰碗湯，愚公移山，其實係有佢嘅道理。咁佢最怕咧就係啲會黐住喺口裡面嘅食物，薄餅啊、芝士就除外，嗰啲佢都好中意。咁我哋估計咧，佢口腔裏邊對於黏性嘅食物咧係好敏感，或者好反感，所以我哋同時估計咧，佢嗰條脷咧唔係幾靈活，所以佢講嘢唔得，咬嘢亦都咧比一般人嘅困難。咁因此佢就發展咗一套佢獨特嘅飲食習慣。其實咁樣食嘢當然係唔平衡，所以佢亦都唔強壯。我哋要強迫佢飲營養奶，同埋要食維生素。但話說回來，佢亦都唔比同年紀嘅少年身體係差，睇醫生嘅次數都係一般。咁應付阿倫倫嘅飲食咧，最麻煩係清潔，因為佢話怕污糟啊。佢中意咧食嘢又要用手喎，唔中意用刀叉，又唔中意用筷子。咁就隻手黐晒菜汁啊、餸汁、咖喱之類嘅嘢咧，咁佢就中意喺個身嗰度就抹上去，有陣時佢都會抹落我個身嗰度嘅。咁屢勸不改，每日淨係換 T 恤咧都換幾件，再加埋佢其他嘅衣物，加埋屋企人嘅衣物咧，所以洗衫咧就洗唔停嘅。咁仲有就係佢食嘢，佢中意搣碎嘛，咁搣碎咗嘅嘢跌咗上去嗰個地下。咁喺加拿大咧又中意用地氈嘅喎，咁汽水佢又會滴喺個地下嗰度，咁結果咧就係地氈又有積，又有好多碎，又藏低地氈裡面。咁其實咧要嚟餵雀或者餵蟲蟲咧都好啱。咁所以我成日都幻想住喺旅行車嗰度，一打開個車門，一把掃把一掃，所有嘅食物咧就掃到遠遠嘅，咁雀就有飯開，我又咧即係可以乾淨。咁第二一係咧就住沙漠，因為住沙漠到佢食到成地都係污糟邋遢啦，咁我就將個螢幕咧唔好太大啊，向隔離一移，咁就乜嘢餅乾立立雜雜都俾啲風沙蓋住，咁到時候咧就冇眼睇，好自在。好，今日講到呢度。